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聽書有賞，我係滅書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一本書，簡單到可能你都會忽略，但係如果你用得好，就可以徹底改變你嘅生活。呢本書嘅書名就係叫做清單革命。你有冇試過做嘢成日漏東漏西，唔記得帶銀包、交功課、出門口唔記得閂煤氣？工作上，老闆叫你做3樣嘢，但你做到一半已經唔記得咗有第3樣嘅嘢。計劃得好好，但臨場一忙腳亂，但全部都做錯晒。如果你有呢啲問題，可能唔係你做得唔夠好，而係你未能夠掌握清單嘅真正威力。今日滅書就想同你講，點樣用一張簡單嘅清單，令你嘅生活、工作甚至成功率大大咁提升。清單有幾勁？其實好多專業人士都靠佢嘅。清單革命嘅作者阿圖葛文德，其實本身係一個外科醫生。佢發現，即使最專業、最有經驗嘅人都會犯錯，而一張清單就係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法。舉個例子啊，醫生做手術 vs 呢個飛機起飛。飛機師每次起飛之前都要出一張清單，確保所有程序冇錯漏，減少飛人意外。而醫生做手術嘅時候都需要一張清單，確保唔會唔記得消毒、檢查病人身份，確保儀器運作正常，減低手術風險。結果清單幫助醫院減少咗35% 醫療事故，亦都降低咗手術嘅死亡率。重點係，即使你最專業嘅人都需要清單去減少錯誤，更何況我哋日常生活咪更加需要？你有冇諗過，你以為記得就夠啦，其實係大錯特錯。好多人都覺得我記性好好㗎，記得乜咪得咯，做乜要寫低啫？錯，人腦其實唔係用嚟記住每一個細節㗎，而係用嚟解決問題。舉個例子啊，你有冇試過出門口嘅時候發生呢啲嘢呢？攞住手機出門口，但行到一半先發覺唔記得帶鎖匙。返工要交報告，寫咗一半就發現老闆要你加多個分析。買餸嘅時候唔記得今晚要整湯，買晒餸但冇買到湯料。點解會咁樣呢？因為工作記憶係好有限，人腦唔會記得所有細節。重點，寫低呢張清單就可以減少錯誤，唔使靠個腦硬記。其實清單都有2種嘅，一種叫任務清單，另一種叫做程序清單。至於需要用邊一種，其實好睇你嘅情況。任務清單 To-do list 係適合一啲比較工作繁忙嘅人士。將需要所做嘅嘢分緩急輕重咁寫低，確保每件事都有條理。例如辦公室打工仔嘅 to-do list： 9點開會，10點半覆 email， 12點完成報告嘅初稿，3點見客。而程序清單 checklist 係適合一啲比較標準嘅流程，例如你要做同一類型嘅事，開會、做報告、執行李。同埋就可以用呢個程序清單啦。舉個例子啊，我哋去旅行就要去一張旅行清單。我哋需要有護照、機票、充電器、牙刷、洗面乳。所以我哋嘅重點就係要睇咩情況去決定用 to-do list 定係 checklist， 要靈活運用啊！大家3個步驟其實就可以寫到一張好有效嘅清單。要令到清單有效，唔係要亂寫一堆嘢，而係要跟住呢3個步驟。第一步，保持簡潔 ，keep it short。每一個項目都要簡單明了，例如買牛奶、覆老細 email， 唔需要寫得太長。第二，照程序排列 ，follow a sequence。例如煮飯，嗰張清單應該係先準備食材，再開火。而唔係亂寫一大堆步驟。第三，留空間去調整 ，leave room for flexibility。例如工作清單，
可能會突發有嘢加，所以都唔好排得咁滿。重點係清單唔係越長越好，而係實用、簡單、有彈性。清單點樣可以幫你提升生活效率呢？清單唔單止可以幫你減少錯漏，仲可以令到你更有效率。例如每日5分鐘寫清單呢個習慣，可以寫朝早寫低今日最重要3樣嘢，確保唔會分心。收工嗰時候檢查咗完成幾多，再調整計劃。每星期整理一份長期計劃清單，確保呢個大方向。結果你就會發現自己唔會再手忙腳亂，而係更加有條理。重點清單係幫你集中注意力，減少浪費時間。我哋嚟個總結咯。清單革命嘅5大要點：第一，清單可以減少錯誤，連醫生同飛機師都用緊。第二，人腦記憶有限，寫低咗清單可以減少遺漏。第三，2種清單 ：to-do list 任務清單、checklist 程序清單。第四，有效嘅清單要簡潔、循序排列、有彈性。第五，每日5分鐘清單習慣，提升效率，減少混亂。想令到自己更加有條理、更高效，所以就即刻立即寫低一張清單啦。如果你覺得呢一集都有用，請記得 like、follow 同 share。滅書同你一齊簡單一步改變生活。我哋下次聽書有相再見啦，多謝。